台积电公布上新的 A16制程技术，按算2026年就会当量产，这嘛代表半导体进入比纳米单位更较细 IB 的时代。外界嘛咧预测，这新的技术头一批客户可能就是 AI 晶片厂。今年大港龙头台积电进行伫美国举办2024年北美技术论坛，对外宣布有关先进封装加制程等创新技术，其中受瞩目是台积电佫发表 A16技术，也就是进入比纳米佫较细 IB 世代技术。在2026年的时候，在制程技术上面来讲，不会让 Intel 专美于前，因为 Intel 在2026年也会导出他们的4世代，也就是14A 1.4奈米制程，因为在1.4奈米跟1.6奈米几乎是处在一个相同的一个世代当中。发展 IB 世代，抑个 Intel 的 A14制程，三星是1.4奈米制程，毋过市场上有台积电会维持今年大港领先地位。A16就是采用 IB 技术，也互外界看这是1.6奈米制程。A16伫同款工作电压之下，速度应增加8%到10%，同款速度之下，光耗能降低15%到20%，晶片密度会提悬到1.1倍。亲像 AI 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，应用 A16制程，伊技术特点是结合超级电轨结构加奈米片电晶体，按算2026年量产。未来2奈米制程甚至1.6奈米制程能够使用的，一定是你的晶片量要够大，而且非用先进制程不可。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手机的晶片哦，因为我们对手机的运算力要求持续增加，而且手机晶片的数量够大，可以分摊那个光照的成本。专家认为，台积电为2026年开始量产，首发客户有可能是 AI 晶片厂，显示 AI 带动半导体产业发展。按算 A16会为2017年开始，生产量会每年成长，未来 IB 世代需求也会大大有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